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8月2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今仔日早起，咱先继续来关心台师大女子脚球队抽回这个案件上新的进度。台北地检署昨昏去搜查，嘛头一届团换教练周大英，另外嘛以证人的身份约谈研究计划主持人陈中庆等4人到案。透过透明复审了后，今仔日透早以诈欺罪并周大英70万交保，而且限制出境甲出海。针对台师大女子脚球抽回案件，台北地检署25分罪几落路搜查，也第一遍约谈已经被停聘，也被撤销教练证的周大英。真侪媒体为伊解问，伊拢无应。教练可以检查教练。另外，北检也以证人的身份约谈研究计划主持人陈中庆等4个人到案，以诈欺、侵占等罪嫌侦办。经过透明复审，周大英70万交保，限制出境出海。陈中庆进行了请回，回头看规件代志，周大英用考学分做理由，中必选手爱配合运动实验研究抽回。学生出面指控了，代志愈闹愈大。教育部以违反人体研究法，处陈中庆停聘3年，周大英改聘，1年袂当聘做教师。我的错，还是希望球员能够原谅我。教练证对我来讲 OK 的，那我喜欢这个项目，所以我还会继续从事这样一个的足球运动。检调伫咧分析证据甲金流了，怀疑周大英甲无参加实验的学生做人头，诈领补助金几落千块，另外补助金也敢若无分予真正有抽回的学生，直接变做女子脚球队的公积金。规件案件也搁伫咧继续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海巡署金马坪分署勤务指挥中心的曾主任曾宗辉，涉嫌长期以来甲重要的公务秘密泄露予中国，搁收乌西钱，暗卡2项非法的业者走私、掠鱼仔、掠过界，即马去予检方照国安法贪污等罪来起诉。两岸关系紧张，中国海警船一直侵扰咱金门海峡，海巡署人员是强力来执法，维护国家安全。不过，前海巡署金马坪分署的勤务指挥中心主任曾宗辉，却是涉嫌长期甲重要公务机密泄露予中国的海警单位，也收钱包庇走私。25号检方依照国安法贪污，也告诉犯罪罪嫌来起诉，并且没收犯罪所得。擅自泄露、交付公务上因秘密之事项与大陆地区所属之海警、渔政机关，建请对庄姓被告判处有期徒刑9年6月，并科新台币600万元罚金。检方调查曾嫌500向非法业者收钱，金额有上8万块，至少500架海巡的勤务表才机密交付予中方，也捌3摆泄露个资，影响边境的关系。检方也发现，伊捌收钱包庇违法业者伫离岛放养。也收钱来协助业者挖界养殖，也是走私。另外，也捌泄露诈欺的案件，也个告知予中国方面。在发生当时，我们就立即一次记2大过，追究他的行政责任，予以免职。我们会加强我们内部教育训练。台湾的周遭海域，包含外离岛、金门、马祖一举一动，就是他们的海巡的动态，都会汇整到勤务指挥中心去。更麻烦的就是说，假设这个勤指中心的主任泄密的话，日常的海巡署的一些正常作息或什么应对方式呢，其实都被中国所掌握的。军事专家分析，海巡单位的群制中心掌握台湾海峡的任何一点变化，若是重要证据拢予中方来掌握，对着国家安全是非常不利的。海巡应该调整勤务作为，也个应变的方式，才有法度对抗普什地带逐渐不断的侵扰。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是真烧热，气象署针对12个县市发布高温的资讯。其中新北有加红色的灯号，可能会出现38度以上的高温。咱来看分图。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今仔日天气会真烧热。中北部高温会超过36度，东半部是33度。不过要特别注意，过道热对流真旺，尤其是西半部甲新竹以南，拢有可能会落大水雨。我来关心风台减鱼扫对海南岛的方向去了后，4架是透风落雨，佮做大水。目前海南省的车路佮通讯拢袂通，而且越南的灾情是更较严重。目前已经有民众罹难，
当局是赶紧疏散60万人，嘛部署35万的官兵待命，要来展开救援的行动。海边的树仔、雨风、线架拢处去，大影一直趴在岸顶起来。有一寡路甚至和海水拢因甲无看的。市区路边的一寡树仔挡袂了强风，已经倒去。减去风台70外南，25日到4点外已经登陆，风的速度118到133公里，雨也正大。当地居民讲正惊人。phải dùng một từ khủng khiếp. Bây giờ bão chưa vào mà có những khi đứng ở trên nhìn xuống ấy, sông biển có những cơn lên tầm 2 mét. Và hiện bây giờ nước biển ở lên gần đến nước Minh. Việc này là một việc rất kinh khủng. Trong lúc còn bão còn đến, nếu như theo đúng dự báo thì phải còn đến 5 đến 6 tiếng nữa thì bão mới đổ bộ. 越南已經疏散要到60萬人，除了沿海的河靜省、中部幾類省也下令疏散。減去是今年較大上強的風台之一，這2天就對熱帶性低氣壓變做強烈風台。當局部署35萬兵力，準備應付風台可能造成的災情。當地有一個查甫人在整理厝頂時陣吸到電死亡，當局警告山區可能有山大水土石流。救援人員清理雨風吹甲倒規排的路樹，有一寡一個橫倒佇咧路中，就連奧多曼也無法度過。減去佇70外南進前，已經掃過中國的海南省，造成真濟路封起來，無水無電，通訊也斷去。氣象專家講，減去風台會向寮國加泰國北部的方向山頂動，經過所在攏要注意大雨加山大水。去年某一風台就造成超過300人死亡。專家講，氣候變遷和極端風台形成速度閣較緊，要隨時做好防災準備。公司新聞張偉林編輯。各位鄉親，再來咱來看今仔日早報的重點。咱先來看自由時報。國民黨籍前雲林縣議會議長沈宗良、甲議員王佑民，甲達德聯關公司收烏西錢這個案件，法院昨昏一審宣判，因為沈宗良有承認犯罪，而且甲2000萬的烏西錢吐出來，所以判3年半。那王佑民因為否認犯罪，判9年半，兩個人攏褫奪公權8年，專案也會當上訴。來看中國時報，台北地檢署偵辦妨害綠能產業發展的案件，昨昏搜查約談前民進黨的幕僚鄭玉麟，伊涉嫌佇咧做經濟部綠能科技產業推動中心副執行長的任內，甲2間綠能的業者收烏西錢。過來看聯合報，花蓮縣府這幾年擴展直飛去外國的飛行機組，去年直飛香港了後。即嘛要有直飛去韓國仁川的機場，按算為11月13開始，每一禮拜固定會有2班的飛行機組。過來看華航宣布9月初3軍人節這一日，商務艙若是還有座位，坐這班飛行機的軍人就會使免費升頂來坐商務艙。若中央甲商務嘛同款有這個活動。不過專家認為講升頂等於就是成本會加懸，所以這優惠拍算是干那1日爾，若要真做常態，應該是無啥可能。響應羅總統談話，華航領先宣布9月初3軍人節迄日，華航甲華信航空國際線會提供敬軍禮物，現有軍人坐松山桃園台中高雄出發的開合線航班出示證件會當享受禮物櫃台服務。另外，佇航班報到的作業結束了後，若商務艙有空位，提供國軍本人免費升頂到商務艙。在有收入的狀況下，不能影響到客人跟員工的權益。最後有空位再給軍人搭乘。那基本上，如果是只有這一天的話，基本上我們就不會再去這麼強烈的反對。如果升等什麼的，也是少數人他享受到而已，不是不好，但是沒有全面性。信義上的傳達，我覺得最重要。所以我覺得反而在商業行為上去做這樣的干預，我覺得反而可能會增加大眾的反感。隨後，其他國際航空也在咧做。中營航空表示，9月初3迄日，即中營甲立營航空為桃園松山還是高雄出發的國際線航班，有機會享受升頂商務艙禮遇擺渡部分航班，適用佇亞洲區域2艙頂服務航線。另外，優先登記也擴大到1位市政管轄。成份航空也宣布軍人節迄日提供現有軍人空位升頂商務艙禮遇，適用台灣出發的亞洲線航班。迄日起，現有軍人會當甲1名同行管轄出示證件，同向優先登記。可能航空公司評估覺得影響也不會很大，所以他們就都執行。9月也是比較淡季的部分，所以這個航空公司在操作上壓力就不會那麼大。
学者认为，规划类似减省的活动对航空公司影响成本较细，也毋过目前伫9月初3、无到10日，临时安排行程机会无大。有旅游部落客指出，有空为国军自动升等商务舱真歹变做常态性搭机夫。一方面是商务舱的营运成本较悬，另外一方面是会甲自家卡客的权益卡着，系统上较歹排除升等。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国际消息。美国总统川普2号伫咧白宫接见南韩总统李在明，展开头一届的会谈。川普讲已经有达成协议，不过南韩这边是还未公布。伫咧受访的时阵，川普讲希望今年会当甲金正恩见面。那李在明是讲希望会当推动朝鲜半岛的和平。Yeah, I think we have a deal done. They had some problems with it, but we stuck to our guns. 우리 대통령께서 이 오벌 오피스를 새로 꾸미고 있다는데 정말로 밝고. 美国总统川普伫咧办公室甲南韩总统李在明会面，南韩伫一寡条款是有保留，不过美国也无啥让步。讲到一半，川普突然间讲到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I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Kim Jong Un. Is it possible you meet him this year or maybe next year? It's hard to say that, but I'd like to meet him this year. 川普甲李在明会晤进前，伫社群媒体答问讲，南韩即马是伫咧清洗或者是革命的时阵，袂当容忍伫这种情形下伫当地做生意。不过伫咧白宫甲李在明正式会晤时阵，态度有改变，讲迄可能是误会。李在明也释出善意，讲笑开来欢呼。 한반도에도 평화를 좀 만들어 주셔서 김정은과도 만나시고 북한에 트럼프 월드도 하나 지어서 거기서 저도 골프도 칠 수 있게 해주시고. 双方伫这个特殊的贸易协议内面，和南韩出口去美国的货品，会让避免更加严厉关税惩罚。不过双方伫咧民用核能领域的技术、资金或者是政治上的合作，只限美军费用安怎分，南韩伫军事上的财政承担。谈判框架内面也佫包括南韩答应伫美国投资3500亿美金，详细内容也拢佫伫咧谈。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 继续来关心以色列残毁攻击加沙走廊南部纳什病院2届，造成至少有20个人罹难，其中有5个人是记者。在这一届攻击当中，不幸过往的记者是路透社、美联社、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也有半岛电视台的记者。不过以色列军方是否认以记者为目标？国际记者联盟指出。 从2023年以巴战事爆发以来，至少造成217个新闻的工作者殉职。联盟谴责这暴力的行为，要求都要随展开调查。南美洲的国家哥伦比亚顶礼拜发生2件恐怖攻击，造成18人死亡，几啊10个人受伤。不过当局说是把这问题赖予反政府游击队的组织。也那西部的城市。 发生汽车炸弹的攻击，目前是已经宣布进入军事戒严的状态。位伫哥伦比亚卡里市的军方飞行学校有军真侪消防车甲救护车排伫路边伫咧等待，军警也用封锁线围起来。当地时间1拜4，军方的飞行学校护军传出汽车炸弹的攻击，造成6个民众死亡，也有60多人轻重伤。对此，卡里市政府宣布一项紧急应变做法。 Ante la delicada situación que hoy vive nuestra ciudad, he ordenado la militarización de Cali. Adicionalmente, hemos reforzado la presencia de la policía en las entradas y las salidas de la ciudad y todos los organismos de seguridad del Estado están desplegados para proteger la vida de los caleños. 除了进入戒严状态，市府也下令暂时禁止大型的卡车入去市区内底，来防止短时间内再发生恐怖攻击。同时，市府也悬赏相当1万块美金的奖金，予提供消息协助抓到这个嫌犯的市民。汽车炸弹攻击发生进前，高国警方直接直升机伫执行打击一个高科技闪地任务的中途，遭到无人机攻击摔落，12个警方人员全数来罹难。 哥伦比亚政府把这个箭头指向 EMC 组织，原本属有极左派游击队哥伦比亚革命军 FARC 的派系。FARC 经过几十年甲政府军的对抗，在2016年达成停火并且解除武装。不过 EMC 拒绝接受，继续甲梅毒的首脑交结，并且对军警发动攻击。除这以外，另外一段极左派游击队哥伦比亚解放军 ELN。 到即阵拒绝甲政府和谈，也不时来发动恐怖攻击。西班牙国家部的分析指出，
这和哥伦比亚安全情势，伫2016年负担9年外了后，即阵依然是真无安定。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英国中国上大间的地产公司中国恒大昨天正式落市。恒大2009年伫咧香港股市公开发行了后，市值$8000亿。不过，说因为中国压制房市，因的财务甲债务的危机刷起来，有专家认为讲未来会有更较侪间会收起来。爬上天堂，搁落入地狱，这是中国恒大伫港股闭关落价的现况。2009年伫港股 IPO 了后，恒大顶中国地产开发商。算交我管理，疯狂周转，民众也得咧查房。曾经2017年将恒大伫港股市值冲起哩$510亿新高，也互股价因超过马云、马化腾，成做中国上好业。因毋过这场世纪大波，点火是中国政府提起灭火器也是。2008年美国触台危机了后，中国为了刺激房市，实施各项税务优惠，等于是鼓励民众甲地产商家己赌局。世界银行迄当时掠算中国的房地产投资达到 GDP 的13%，高过 OECD 国家的5%。2020年，中国针对房企的融资提出3道红线监管，开始打房。恒大等地产商逢卷入风暴中心，资金断裂了后，会倒坐天光、烂尾楼、讨赔，一定场。我跟你讲，9月9号暴雷，8月15号，你们这玩意儿还能晚上还发那个呢？那是。对于我们的资金链来讲的话，就是扛不住的，就已经断掉了，所以没有办法，只能现场维持。2022年了后，疫情防控，搁一摆将中国房市拖入谷底。伫这了后，中国恒大伫港股的清算停摆落市，拢只是其中的一个状况。What we see right now in delisting, it is really largely symbolic because the market has pretty much anticipated the pressure in the sector already. So having said that, it still marked the end of the golden age of China real estate sector. 这么多年落来，中国房市危机刚结束，可能也未。其他的房地产商像华南城控股，等于加互香港高等法院下令清算。恒大关键的竞争对手碧桂园也咧进行债务协商。It is possible for more companies to follow the same path of Evergrande, and especially for those that cannot meet the listing requirement in terms of the disclosure and also the auditing releases. 专家认为，即马对中国政府来讲，房市政策的重点并无伫拯救开发商，而是稳定房价甲整个产业。也毋过，美国有名投资银行高盛无遐尔乐观，因伫6月间就捌警告，中国房价可能会继续落到2027年。公司新闻安伦伟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佫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总统川普今仔日伫咧白宫接见韩国总统李在明，伊讲可能今年会去访问中国。佮讲中国若无供应稀土吸招予美国，伊会甲中国扣200%的关税。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今仔日宣布，黎巴嫩若解除真主党武装的行动，真主党交出武器，以色列的军队会分阶段来撤军。伫全球冲突野悬、真侪所在发生战事的情形之下，根据全球和平指数的资料，冰岛从2008年以来一直拢是全球上安全的国家。也若排第2、第3的是爱尔兰甲纽西兰。专家讲，这个国家安全的关键是社会安全网、外交中立的政策，也有百姓之间因会互相信任。镜头转来咱国内。即马立委的罢免案结束，总统赖清德宣布要调整内阁。本地是预测昨天会公布新的名单，不过行政院长杜英台讲会拼这礼拜来完成，嘛希望民众甲国会会当支持新的内阁。两部罢免案结束了后，总统赖清德正式宣布调整内阁队形。原本国会有725会公布新阁员名单，不过行政院长杜英台证实会延后公布，并伫这礼拜来完成。所有正式的内阁人事的调整都是从昨天才开始的，那前面都是在做一些预备的工作而已。所以我不可能今天有确定的人选，希望能够在本周稍晚能够向国人提出一个报告。那么也希望这个新的内阁的组成能够得到国人及国会的支持。
杜永泰指出，除了已经请示的部会首长之外，也当咧思考甲定选部分新雇员，希望会当为内阁组织新会，也传出改组延后原因是卫福部长柯泰源丁志宏约见了后，到他拒绝发出请示批。我想要求见赖总统。谢谢大家的关心。那辞职信会发吗？谢谢大家的关心，谢谢。部长的这一个努力哈，大家都有目共睹。很多政务官跟着赖总统来，我们是要来做大事，不是要来做大官。并且可能接任后执政部长的台湾副手吕建德也替柯泰源讲话，保证内定转任经济部长的江明鑫同款真低调。然后接掌经济部长的消息嘛，已经获得真实的吗？像这样子的一个傲慢，还有这样子一个藐视国会的阁员，你说他到经济部之后会比郭志辉好吗？我并不觉得。内阁的调整，我们还是希望赖清德总统要真正的拿出诚意来。我鼓励卓荣泰院长大破大立进行内阁改组，然后给社会一新的气象，不需要把每个会期都要进行的正常的事情无限上纲到逼宫，然后总召的事情。另外，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干部高思瑶、陈培福等人，前几日也小连续宣布请辞。对总调瓜检民表示会慰留高思瑶讲，唔敢接不挂总调的电话，坚持会下进其他党团后一个会议会有新的气象。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行政院长杜永泰昨回去立法院报告台美关税谈判的进度，也佮有对产业影响的评估。杜永泰讲，目前台湾爱争取的目标，包括更较好的税率、协商232条款，嘛希望税率卖塌起哩。行政院副院长陈丽君证实，美国的进口车嘛伫咧关税谈判范围内。台湾对顶关税为32%降为20%，暂时性税率爱搁贴加既有税率来计算。目前台美双方也在做最后的协商，上尾税率安怎，各界拢关注。什么时候可以做最后的确认？我们在8月1号前没能达成协议，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因为我国出口70%是半导体及 ICT， 尤其在逆差的90%。那美方也表示，这个项目在美方232的调查底下，那也联动美方232关税的政策方向，所以台美需要一些时间，持续就对等跟232一并对谈。行政院长杜永泰表示，台美关税谈判有3大目标要争取，首先是争取更较好的对顶关税税率，同时同齐协商232条款，也要争取无贴加税率。有立委关注，传出美国希望台湾开放几台车市场，而且美国对日本甲韩国亲像也有同款的要求，到底台美关税谈判过程中，敢是卡着几台车免税进口？在谈判的范围里面，那等到我们所有谈判底定之后，我们所有的细节一定会向国会跟社会完整的来说明。所有的议题都谈判完了之后，就会来进行总结的会议，总结会议就会来议定最后的这个税率。我们的谈判红线是粮食安全、国民健康就是我们的原则。是，所以具体的内容呢？具体跟美方来谈判。有关台美关税谈判进度，行政院副院长陈丽君表示，拢也伫技术性的协商过程，希望会当重早进入上关键的组织会议阶段，未来完成协商了后，会送请立法院审议。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我来关心，伫咧新店的行政街发生一件火灾，有一台轿车导火，造成5间人家厝嘛缀咧导火烧，有8人送病院，有性命危险。目前警方有找到一个63岁姓陈的查甫人，警方怀疑讲伊是借无钱才会去人兜放火。不过，这个嫌犯讲伊是因为心情无好才会放火烧车。目前警方是还在调查。大火一直烧，阁有真大的声音，那亲像爆炸声，规台车煞烧甲变一粒火球，火愈烧愈猛，拖到边仔的主体。消防局无到场，随布水线灌救，不过大火一直烧炭，烧到5户民家。搜救队员展开抢救，加5个伤者送医，其中1个人捌唔知人，好甲再救治了后，状况渐渐稳定，所有人暂时无性命危险。有一些小瓦斯罐整个当时爆炸，所以造成1楼跟2楼。那2楼的部分是沿着遮雨板整个烧上去。
中会事故现场伫新北市新店的行政街巷仔路，车已经村铁架，主体一边嘛修甲拢乌去，地面有加速管。因为代志发生现场是无尾巷，而且导火车挡伫路中央，巷仔内住户真惊。当时火若是无拍花，惊无位通走。一直爆炸，一直爆炸，这样不知道该怎么办，就一直祈求它不要延烧到后面这样。因为这一条是死巷，它直接停挡在中间，就是只要整个串起来的话，根本没有人可以从出来。火警是25透早3点发生的，未少住户伫困惊精神哩。这个案经过警方调查，锁定63岁姓陈的查甫人，伫瓦境中道甲人带回到案。伊讲心情歹，唔再去亲友自体外放火烧车。按过警方发现嫌犯进前捌甲亲人借钱好拒绝，所以这个讲法甲案情爱搁查。逮捕陈姓犯嫌，寻获依违反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嫌犯半暝放火，互人依法移送。火调人员嘛到场勘查甲采证，会持续调查导火的详细原因。记者采访报道。同款是火灾的消息。昨昏半暝，伫咧台中丰原有一间建造套房咧睡人的透天发生火烧。消防人员伫咧2楼发现一个查甫甲一个查某的遗体。警方讲，这2个死者应该是男女朋友，也那详细原因是还要调查。虽然也是透早，也毋过住户全拢走出外，因为发生火警。就已经烧了，我就赶快跑下来。你怎么知道失火？我就闻到啊。哦，你有闻到味道。25透早3点左右，台中丰原医宽东路这个出租套房发生火警，警消协部赶去现场。虽然火势真紧的拍花，也毋过煞伫2楼房间内发现一男一女已经明显死亡。附近居民表示，导火进前听到冤家甲卡物件的声音，还有查某囡仔喊叫的声音。他一直喊救命，我就甲伊讲，啊你是安怎遐？讲救命，我讲啊是安怎哈？啊伊佫无讲，所以我就较紧走落来。应该问冤家去家里纵火吧？他有在喝酒。伊发查某的发救命啦，这查甫有听声来。我们到的时候门是紧闭，所以我们是破门以后进入。哦，那在初期的时候，后面的住户他疑似有看到里面那个房间从阳台的部分，后面的阳台有看到有浓烟跟起火势的状况。警方初步了解，死亡的是58岁姓张的女子，甲53岁姓李的查甫人，2个人是情侣同居关系，进前并无通报家暴，也是保护令的记录。姓张女子的家属表示，伊日时拢伫厝内照顾失智的母亲，唔知影伫外口有睡厝。有问啊，他说住1年了。住1年了。阿哥离你们原本的家好像很近，是不是？很近啊，很近啊。哦，是。那他有时候要回家照顾我丈母娘啊。他们有常吵架吗？这个我不晓得。互动呢？应该很正常吧。厝头家强调，2个人看起来交往甲互动情况拢是正常，也有正常的立租金。另外，感受有放火现象，警方表示，要等火调报告出来了后，才会当进一步调查赔清。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我来看苗栗地检署伫咧去年接到检举，经过10个月追查，即马抓到在地上大规模集团性的犯罪。伫后人有人偷盗营业的废弃物伫咧山顶，而且这偷盗的面积有5个骹球场遮尔大，有10层楼遮尔悬。犯罪贪的乌心钱有甲3亿。目前检方已经甲49个人起诉。车冷冷的山谷中出现大量土风，色调真无协调，量体真大，甚至透过画青画面拢看会到。实际到现场一看，全拢是废弃的砖仔厝遐建筑废材。检方表示，苗栗后人这个山谷长久以来正做犯罪集团偷盗一区，为空气画面会当看到规个山谷拢是废土，经过10个月查缉，成功破获这个环保犯罪集团。我们过去只着重在我们抓到最后的司机，但是我们并没有能力甚至是没有办法去追溯上面的一个弃置废弃物的源头，所以这是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检方查出，这个集团为着闪废土的清运费用，将北部建案产生的废土，由配合的清运业者运到苗栗岛，再由土资场业者开假的处理证明。3方形成完整的犯罪链，检方最近侦查，以涉嫌组织犯罪、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甲伪造文书等罪，起诉包括北市土资处理商业农业工会理事长，甲1名后人地名代表，有49人，其中15个人获羁押禁见。我前什么事？他自己的土地
啊，自己的车队啊，自己的公司有没有？他们自己杀猪场的公司在运转的，那也不用我们去牵线啊。检方表示，查获的5个非法的弃置地点，总面积大约等于5座脚球场，其中一个废弃物也堆到10层楼悬，犯罪所得掠算大约3亿。不过，为什么时阵开始到已经真歹赔偿？苗栗县府表示，内政部虽然定期进行维持查捕，不过实际到现场了解也要时间。内政部的文下来之后，到我们的地政处，地政处会发文到18乡镇公所。他如果是查报是否违规，地政处会移到我们农政单位。苗栗县府表示，为清查捕成本到县府甲公所，拢爱行政流程。未来除了协调简化，也会加强甲警方合作，阻止环保犯罪。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尽管是环境污染的消息，在高雄凤山溪烟花的工厂是不了坐经，不时就传出有人咧偷排垃圾水的情形。环保局从今年到今，就查到16件，估是这个月就查到7件，而且拢是做食的食品工厂伫咧水头偷排垃圾水。当地居民讲，变啊透风，规条巷仔都臭甲袂偏离，生活品质实在是有够歹。做讲新圳水头这条沟仔内底水白白落落，顶悬阁铺一沿垃圾啊，风一吹过来，一阵正歹闻的臭味随卷入鼻孔底。高雄大树下厝街60巷家，大约40户的居民，规年冬天拢爱闻这款臭味。居民讲，这个厝差不多30-40栋啊，因过也无工业城的时，厝后这条沟仔水清鱼也阁济。自从工厂愈来愈济了后，这条沟仔完全变款，大家拢生活伫臭味当中。哦，迄臭鸟子啊，味咱平平，啊，迄种味、迄种臭真啊闻无的啊。啊，敢敲倒仔过，当个爱搁浸几个月。迄拢迄落猪肉血水啦。猪肉啊，豆腐都做超生呢。检验说没有毒啦，那叫没有毒，那个毒死人，那个很臭。大家这边的臭到都那个都说头痛头晕，都不住这边，有些还甚至去外面住。居民环境臭味影响生活，环保局也随启动专案稽查，想不到对7月25日起1个月时间，就伫巷仔边100公尺远的工业城查到7间食品工厂偷排废水。环保局表示，凤山溪烟花有10多间工厂，因为定发生偷排废水的代志，因今年甲当拢总查到16件，其中下厝的这7件，除了裁罚3万至8万以外，也爱业者限期改善。经本局采样检测。悬浮固体及化学需氧量经超过法规标准80倍以上，已要求业者加装处理设备，并限期改善，且针对上述区域持续加强稽查。除了加强稽查，居民5万公部门会当要求业者爱做好废水设备的改善，莫互因逐工门窗拢爱关条条，就连衫裤嘛因为惊倒着味，唔敢拿伫外口。记者柯家如柯朝雄高雄场报道。即马已经是8月底，就伫要开学啊。不过，进前受到风雨吞大的中南部，菜色霜冻了真严重，肉的价销嘛同款大起。做营养午餐的业者，即嘛是头壳毛咧烧，因为业者甲学校拍契约，拢是1年拍一届，即嘛拄当天灾，无法度调整价销，都爱家己掠长补底。因那农粮署是讲，天气即嘛有较转好，9月份菜色的供应甲价销都会较稳定。进前有大水雨，中南部青菜产区是受灾真严重，然后这青菜价销是变真贵。就连猪肉价销最近的批发价每公斤也伫个900块以上，对着菜甲肉拢起起来，各中各小又搁即要开学啊，也过来团线业者一直讲挡袂牢咯。午餐的价格在暑假换约的时候重新招标，其实价格都定了，所以学校午餐其实风险就在于说价格定了，所以这一整年的这个午餐的这个食材波动。厂商都要概括承受，当然短期可以因应，可是很多家长其实也反映说，当时豆芽菜吃太多了，因为团膳业者毕竟他有他的一个考量，可是如果说像这样的一个比例，就会影响到孩子的一个营养跟健康。业者讲，只有家己吸收成本，而且业者得占信用，豆菜也是冷冻青菜来应用。也若猪肉也是供应，只是我都遐尼接提供。不过最近若菜甲肉拢起起来，台北市农商工会宣布，2价每公斤批发价对44块起到46块。两个中啊，迄个风台落了，啊未恢复再无两重起，都要搁起2块，啊无两好卖啊。农商工会讲，因为菜较贵，所以真侪民众就较接来买鸡卵。对于农粮署的数据来看。过来青菜价销伫8月11迄礼拜，平均每公斤是60块3，9
到18迄礼拜，继续来到平均每公斤是50块3、60块。短期蔬菜都已经陆续复工完成，来采收上市。大概在我们的9月上旬的时候会更趋稳定。ยัง来过来换地介绍，对7月初开始，平均每公斤106.07块，一直到8月也差不多拢是每公斤超过100块。2日更加来到每公斤112.04块，比7月初加贵6块。农业部讲，介绍渴望伫年底慢慢回归常态。不过，这也予部分团线业者讲，下期开学这天实在真歹经落去。记者综合报道。但那是风灾过个月，台南七股等等的重灾区到今还未完全恢复。虽然市府已经有发慰助金，不过因为申请面积等等的问题，审查有去签到，所以到今还有人无得领。公所表示，目前核拨率有8%，8月2号进前拢会当申请。今日大土起，灾民哪去破损的所在，哪公家拢总爱开钱，无恐惊大雨来就会滴水。但那是洪灾过1个月啊，灾民拢咧重建家园。虽望政府有挂修缮的慰问金，不过补无到位，民众讲即阵干来当先甲人累钱，加减来读。10万的对。啊，敢过啊？有讲拢过啊？一定拨啦。有过啊。所以你感觉因即个速度安尼敢紧？足紧。政府说要紧拨落来互阮啦，啊无阮拢爱去招啦。感觉足好的喏。啊，即摆有较正常，有较恢复啊啦吼。有啦。为了加速家园，复原慰助金发放进度，但是政府跨局处支援，嘛利用假期加班来审查。不过有未少案件，像徛假实际面积无到20平方公尺，煞申请超过20平方公尺的补助，也是共一个人重复申请，地属公所就要搁去会勘，影响核定速度。那以重灾区7股来看，受理总案件拢总3110件，核拨有2470件，无符合的有139件。星期五为止，目前大概有83%左右了。那总统跟市长也非常关心我们的核拨率的问题啊。就公所而言，我们的同仁都不分假日来出勤来加班哦，那也非常的辛苦。厝顶甲外墙损害面积补助金分1万、5万、10万。在地里长肯定1万块由市府发送的速度确实真紧，不过里长反映当初是申请慰助金的面积，参每合工班量的结果无同，地属申请补助面积有寡定大。因为即摆公部门有每合工班吼，来要帮因做即个看厝顶的即个契约已经签约啊吼，伊发现讲吼，伊这歹去的唔定。100平方公尺啦。公所回应申请补助期限到8月29，乡亲陆续的收到核定单，若假有任何问题，会使提出复习的申请，公所就会到场会勘。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台北市公车的司机是真欠卡手，嘛造成一寡路线车帮有变较少。最近公运处有调整路线，而且今年1月20开始，司机有加薪水加8000块，而且嘛改善驾驶的工作环境。即马司机比去年同期是有较增加，不过还是欠500多人。公车到站旅客依序上车，自疫情期间大流行的北市公车驾驶长，疫情了后，人力油源无回流，5年来减花2成，但这时间变长，旅客坐车也真有感觉。就算这部分应该可以体谅啊，就慢慢等。如果大部分都用 APP 的话，就还好，就是看他什么时候到，然后就什么时候过来这样。当然是有，可是目前对我来讲没有什么困扰，不然就是坐捷运啊，改其他的交通方式啊。北市公运处指出，以人车比1.26计算，有个北市公车驾驶长油源欠510块人。今年初配合调管分界，要求公车业者为驾驶长加薪8000个，搭配优化休困空间等配套，到今年6月。统计全市驾驶长有3707人，大部回升，托邦情况也有较好。人力比较不足的时候，如果有开车的状况，或者是突发有驾驶长因身体不舒服要就是请假，那变成他的班次没有办法按照原定的一个核定服务水准去开车。公车业者分析，驾驶长的压力来自工作时段、早出晚归，还是休困时段无春秋，拢会影响日行意愿。以北市人力相对充足的客运业者来讲，驾驶长平均年纪也来到52岁，业者各用各种奖金，希望会当吸引新会加入。任用满1个月的话，会发2万块；那3个月、5个月、7个月都各发2万块。影响各行各业欠人抢财，业者也希望主管机关会当提出较侪条件来协助招募。就有县市政府已经实施授权甲就业计划，提供免费教训课程，甲有薪授权，提悬无大客车驾照的人专职意愿。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伫咧高雄茶山甲寿山去库里亚的高山啊，即嘛是愈摊愈济。中山大学附近有一间早餐店，最近2个月，逐工拢有高山啊来抢物件食。专家建议店头这食食都爱放伫咧冰箱或者是箱啊内底，莫互因看到，因就袂抢。这只狗爬起伫早餐店的柜台，虽然头家一直话声甲伊赶，不过这只狗拢无咧惊，看伊走入去乒乒乓乓摕一个餐点走出来，而且这不是第一遍。机智拿，而且他们有时候会当场直接拆，挑对，直接拆着吃，拆他想要吃的，不要吃的他都不要了。本来是伫咧茶山、寿山一个中山大学出现的狗，这几年是向遍地传过来。这间伫高雄高山临海二路的早餐店，最近2个月差不多逐工拢有狗来，有人时来一只，有人时来一阵，有人看到狗就留3名资料，就伫现场吃。我觉得有点恐怖，因为我们在里面喝咖啡的时候，他就会来抢，只要有塑胶袋啊东西都会来抢。前几天就是在那边翻垃圾的那个，就超级夸张，而且还是晚上。看这狗坐伫咧墙顶河顶头白上，伫这款狗牵线的行为愈来愈严重，甲人类的生活圈相踏，造成真侪人甲狗的冲突。命题固定会当甲门窗关起来，不过店面就无法度。有一种那种保温的冰箱，其实是可以有锁扣的，那个其实猕猴也打不开。那或者是简便一点，就是用保丽龙箱把它放在里面，其实它看不到，它就会只会针对它眼前看得到的东西，像塑胶袋或食物去拿取。专家讲，若要赶狗，会当用较温和的水枪，唔通摕柴菇或者是摕枪攻击，除了避免伤害狗，也是避免狗若被威胁了受气颠倒的攻击人，造成人甲狗拢危险。记者综合报道。我来看台北市立美术馆最近当咧施工，因甲水墘的树啊、甲草坡啊拢刷走，而且贴大粒的石头。保育团体质疑讲，这款修复工法会破坏当地水鸟甲蓝地生态。那高美馆是讲，即马工程是还未完工，等完工了后会来营造蓝地生态环境。原地拢是树啊、甲草坡、蓝地生态的来规避，现在彩色的水花已经成做一粒一粒的大石头。高雄美术馆园区的来规避，对3月份开始做水花修复工程，因为水花的土流失去，官方经过讨论，用大石头来塔做护花。但是这个做法引起保育团体伫面找大部分质疑，因为树啊、草坡地无去，石头嘛破坏原本的蓝地生态系统。这款做法会让当地鸟类生态渐渐消失。有接来这运动的民众讲，确实影响真大。中间那一区就是那个鸟类，鹅啊、鸭啊、白鹭鸶都是在那边的窝。以前这边厚一大堆的那个鸟啊，什么生态都很棒，可是现在呢，没几只。本来水岸边的森林、水生植物，它会是水鸟很重要的栖地，而且甚至还有萤火虫在那边发现。那现在你弄掉之后，这些生态就不见了。针对保育团体质疑，高美馆表示，因为施工需要目前水规降低到55公分悬，大石头只是为了保护水花，后续佫会做浅落甲粗坡，等到工程拢做好了后，规个水规会佫沁悬，袂看到这石头。先把大砾石先堆叠起来，到最后我们会有一些中小型的砾石来去做沿岸的一些修饰，然后接着的话就是一个水生植物的种植，最后的话我们希望可以达成护岸。绿化，然后也提供给我们湿地的这些生态更好的栖息地。保育团体认为，这摆工程会将来规避的水规提悬，那对扣水无帮助，也影响树的生存。高美馆强调，工程按算11月底要完成，因也会参考大家建议做调整。记者郭家祖、柯超勇、高雄场报道。家己布地好美丽，遐个海沙堡是水甲，平日到休困节拢会有游客来遮耍水、捡蛤蟆。不过，煞是有一寡无公德心的游客，竟然甲粪扫留伫遮，毋但造成志工甲附近民众的困扰，嘛破坏环境。民众伫海沙堡遮来耍水，捡野生的蛤蟆，当地民众甲志工煞捡袂了的粪扫。家己讲布地好美丽的湿地保护区，因为大量的游客来遮，对当地环境带来正大的迫害。就是有人如果来这里上厕所，卫生纸就乱丢，然后还有内裤。你看随地丢衣服，然后这边卫生纸。各单位啦是讲咱这游客嘛，家己小约束的咧，迄个垃圾啊，尽量就是讲减少啊，能带走就带走啊，不要留下。
志刚表示，侪侪游客除了替环境制造真侪粪扫以外，有一寡来遮的人，佫会直接甲车驶起来海山坡，这对遮的生态拢会去造成影响。就专心劝导，然后还很凶啊，又呛你说要怎样怎样，不行还是怎样？我说不是不行啊，是欢迎你们，可是希望你们最重要是把垃圾带走就可以了。开车上来，你的轮胎在碾压过程当中，在高速碾压过程当中，这些生物生态其实会被破坏。那如果你有1台车来、2台车来，以后是100台车来的时候，这些土地可以让你这样子蹂躏吗？当地的民众讲，这个海沙坡是真侪人用在1冬的时间，种1万多丛的食物豆豆啊、杂沙来形成的。即马才做观光的好所在，那的人煞拢无减少。当地民众甲志工拢希望相关单位会当来重视，莫让这个所在自然环境一直受到破坏。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有关健康的消息来看，根据国健署的统计，有9成胃癌的患者拢捌验出幽门螺旋杆菌。这种细菌若食落腹肚底，一个伙仔做伙食饭，就真有可能会互相烧化。建议若是带做伙的人，都要去体检甲治疗。胃癌是2024年国人10大癌症死因排名第8，有2000多人因为胃癌过身。英国真侪人认为，治疗胃癌是因为爱食烘的甲加工食品。不过，这阵啊，医界研究证实，主要的关键原因甲胃部感染幽门螺旋杆菌有关。胃癌3部曲嘛，胃的慢性发炎、萎缩性胃炎以后，才开始进入致癌的状况。在它的前头，就是说在幽门杆菌这一块做一个阻断，延缓我们的胃部进到所谓的慢性萎缩性胃炎，未来胃癌的发生率就会下降。医师表示，胃癌成因复杂，不过研究发现，9成胃癌的患者捌验出幽门螺旋杆菌。国健署统计嘛，发现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了后，差不多有9成的患者会出现慢性胃炎。只不过真侪人胃痛、消化不良拢无看心，差不多有1成会发生胃溃疡，还是12指肠溃疡。另外有1%至4%会治疗胃癌，以胃癌风险是无感染者的6倍。医师提醒，总共完成治疗，也是有可能做伙食物件搁再感染。建议做伙住的亲人拢爱体检。如果家中的一个成员有幽门杆菌感染，其他的成员其实都暴露在这个风险里面。最应该筛检的，尤其是配偶。通常夫妻双方的口水接触是最多的。医师指出，有胃癌家族史、长期食薰啉酒、爱食酱咸加工加高盐饮食者，拢是胃癌的高风险族群。建议加幽门螺旋杆菌治疗长期，通降低以后去治疗胃癌的发生率。记者采访报道。在美国的马里兰州传出有人去挖到螺旋性出病案例。这种病，护神会将卵放伫咧寄生子的空喙，了后会食寄生子的血肉，更严重会无命。医生提醒，虽然咱台湾是还无相关的病例，不过若是动物伴为疫区转来了后有相关的症状，一定要特别注意。规定护神伫牛的身躯边爬来爬去，这是牧场常常看到的光景。不过，所有牧场的主人头壳摸在烧。We have calves that soon are born, well, you know, navel's open, and they lay the eggs there. 业主更加忧心的是新世界光类神，这种护神会将卵放伫活体动物的空喙顶面，便拿血孵出来，这次不是留伫空喙表面，伊会一直转入去肺甲肉内底。上严重的就是甲宿主食甲死。中美洲几个国家已经发生疫情，搁再拖就北，恐惊会威胁到美国的牛肉甲畜牧产业。It's an issue that will affect every single person in one way or the other, because when you go to the store to get something to eat, you don't get much to eat without farmers and ranchers. 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马里兰州已经有一件人类得到光类性出病的案例，患者是按瓜地马拉转来美国，不过目前官方也未正式来证实。若是有影，这就是美国这几年头一个人类的病例。虽然人类感染是真罕见，不过若是互寄生，有可能会致死。它的幼虫呢，则是有可能呢会在活人身上，就是所谓的生鲜组织到往下继续吃下去。所以说，在我们健康的人身上那些开放性的伤口或者是健康的黏膜，它就可以被产卵了，而且会一路侵蚀到我们的深部的组织，是相当危险的一个状况。美国再度发生光类性致病的案例。台湾虽然到今并无出现过光类性病的病例，不过医生强管有提醒讲，动物伴嘛有可能是潜在传染源。若是咱主来动物伴按疫区转来台湾了，
有身躯上甲挡袂牢，坐你不然即寡镜头一定要甲兽医报告女幼师量早诊断甲治疗。记者综合报道。这礼拜五就是旧历7月初7七娘妈生，有人讲牛郎织女一年才会当相会一届。廖庆基歌戏基金会即嘛是摕7岁夫妻的题材来做歌戏，甲台湾真出名的小生小旦拢找来搬，要对金童玉女的第1世搬到第7世。台顶播演的是牛郎和织女的故事。当年的旧历7月初7，就是七娘妈生，嘛是牛郎和织女见面的日子，也是华人的情人节。廖庆基歌戏文教基金会也特别推出来7岁夫妻的戏出。为开始金童玉女开始拍落凡间开始做嘛，所以一节做到上尾的时阵，就甲迄个七娘妈生甲合作会，要讲的代志是其实是要去争取自由恋爱这件代志。这是廖庆基歌戏基金会专门为7夕安排的歌戏表演，对第1世搬到第7世，演出上尾1世牛郎织女因为去玉皇大帝拆线，一年才会当见一届面，见袂到囡仔的织女和伊6月节节就伫天庭暗中保护囡仔，所以民间信仰才会讲七娘妈是囡仔的守护神。你是从我的礼物送互牛郎，这是这个牛娘。这1年来，为牛郎高爷甲2位孩儿所做的衫套。这届演织女的地温如分享演出的感想，讲甲目屎直直流。伊讲，因为织女的故事，互伊开始谅解定瓜有家庭，无法度陪伴因3姊妹仔大汉的老母。妈妈伫摆伫另外一个家庭的时阵，照顾伊的其他囡仔，有可能嘛会受着困。慢慢我就会感觉。我的心结就会开。廖庆基文教基金会表示，这届结合台湾无同的剧团，要对这个拜五演到礼拜，连续要搬3天。演员对5年级到9年级拢有，希望互中生代和新生代演员互相交流，也替歌戏拼传承。记者陈选林秀凯台北报道。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今仔日各地预报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6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5度；东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3度。来看外岛地区26度至33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